继续来看，这个菲律宾伫咧昨暗10点左右发生规模6.9的大地震，有20多栋建筑物倒去，这部分的地区嘛拢失电啊。即阵上无是一共有31个人死亡，100多人受伤，而且这地震尾阁已经超过300届，加在目前是无造成海啸的威胁。 为监视器画面，因看到伫外口纳凉的民众传出不安的声音，随即镜头开始摇，而且愈来愈激烈。民众惊吓走到路中围做伙，猫狗也四处走，现场是叽叽叫，电力有时有，有时无。这规模6.9的强烈地震发生伫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。 震央伫沿海都市博哥东北平17公里的所在是属于浅层地震。全太平洋海洋警报中心表示，无海上威胁，不过震央附近真侪栋建筑物拢传出倒去。渡到小镇板塔岩的这个教堂，除了电火一直落落涂骹，连厝顶钟楼也拢倒去，发出真大声音。 这事故另外一个天主教堂灾情也真惨重，民众在黑暗当中进入教堂内底查看受损的情形，未少雕像摔落涂骹，现场拢是土石外观，也因为摇个真厉害，拢破糊糊。地震来时阵，事故一场走秀活动的现场来宾是真惊吓，台顶的马道也惊吓逃离舞台。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追踪到，强烈地震了后，地震尾有379摆。当地政府派出救援人员检查各地灾情，发现道路严重断裂受损，未少所在也断电。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震央附近的博哥甲圣拉米吉欧拢传出有人罹难，也有人被带伫土石堆下骹等待救援。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。